隔离衣，然后面罩，然后口罩，然后加上手套这样。那清消的话，我在出发前会做一些清理，然后在客户上车之前也会做一次那个身体的那个清消，然后再让他们上车，然后下车之后还会再做一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随着春节将至，返乡人潮逐渐涌现国门，考量国外返乡旅客增多，台南市政府特别提升预备防疫计程车的量能，来因应接驳，并提供司机们充足的防疫配备，以及特别贴上防疫计程车的标志，让一般乘客可以认清标志，防止搭错车。共同守护市民的健康，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借着这个防疫即将进入春节返乡人潮的高峰的时候，那我们来这个检视我们的防疫车队。那计程车的防疫车队，其实我们觉得在台南来讲因为我们现在的防疫旅馆住宿率已经突破80%了所以说表示春节返乡的人也蛮多的。目前为止，疫情来讲，已经好像看起来有点升温了我们更需要特别小心的检视这个事情。那防疫车队对于返乡的民众来讲，现在变成必要的那返乡的民众要去居家检疫，或者是去检疫旅馆，或者去集中检疫所，都是需要防疫车队来帮忙。因此呢，我们台南市特别把防疫车队要扩充到最高可以有100部的计程车，防疫计程车参与。目前为止，所以这个常态性的运转大概65部到80部。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防疫量能的扩充，一方面让我们的驾驶他们也能够这个熟稔这个防疫的规定跟 SOP 的操作；另一方面，让我们的乘客也可以看到这个防疫计程车队它的标章是怎么样。那这个防疫计程车是不能搭载一般乘客的，因此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驾驶的这个帮忙跟配合，那能够让我们防疫能够在更安全的状况下，能够完成整个的检疫的动作，也让民众更加安心，过一个更健康安全的好年。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前冬发生中英大学女学生的命案以后，路顶上暗的问题引起全国的注目，所以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路顶全面维修甲汰换。日前紧急供电系统嘛设立完成。市长黄伟哲除了为了路顶巡检人员以外，嘛宣示今年将会全面汰换成 LED 智能路顶，保护市民的安全。因为路顶无光变成治安的死角，嘛，互中英女大学生不幸死亡一案，市府下决心推动路顶全面维修汰换，除了校园周边的道路优先要改成 LED， 慢慢一步一步升级做智能的路顶。但是路顶一旦歹去，敢要叫遐拢有连线知影，会当马上处理，弥补人工存在不足。那这个如果有路灯，那袂得。它的信号就会传到公务局的控管中心，控管中心就可以马上派工来修理，来弥补我们各位呢人力巡查的不足。为了规定公所、大潭派出所、中英大学甲巡守队等单位专业巡查路顶的辛苦，市长为贴13暗时特别高调关心，嘛宣示年底进前，淡市路顶将全数改做 LED， 让市民安心。路灯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对我们的安全是大事，尤其对在地的学生的上下学同学的道路上这个必须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说，我们中长期来讲，我们还要再有更多的安全设施还有这个路灯的部分，我们有这么多人力
班次这么密集的巡守，其实我们现在这路灯的改善，如果能改成智能路灯，每10盏还是每15盏有一个智能路灯。像如果说它的回路坏掉，它马上可以通知。那个必然人工去巡加较有效率。我们人工去巡嘛，人工去巡安全，看还有哪些地方。但针对路灯的部分，我们要赶快让这个智能路灯上路。这摆路灯的汰换嘛，牵涉稳定电力改善，偏偏因为设备的故障，造成大规模路灯袂光的状况。带来新闻滚及采访报道。全台第一间高龄智慧照顾的病院，伫成大动土以后，预计2025年底会当完工。到底这间老人病院有啥物特别的设计呢？建筑师张清华表示，主要是用绿色甲疗愈做概念，希望让病院看起来无亲像病院，而是会当降低病人的压力，营造放松心情的空间。全台湾第一间老人病院由小英总统亲自动土，预计2025年底完工。主要是以智慧医疗来照顾老大人的示范基地。未来这栋地上12层、地下5层的老人病院，更是要用于邻里社区，以明亮热化的气氛，让病人心情放松。理解病院是由历建筑天后之称的现代好友张清华所设计，希望让病院落成以后看起来无像病院。在这个转角，我们就层层在转角逐层退缩，把整个绿带引到上面去，所以在每一层楼都有一个日光室。那疗愈庭园就是希望里面种的花花草草对老人家的这个病情是有帮助的。设计过北投图书馆甲沙仑历年科学园区等知名建筑的张清华，这摆现代老人病院更是人生重要的作品。伊的核心信念就是疗愈，让患者虽然在病痛当中，因为空间会感觉快乐。在建筑里面感受就跟在外面一样，就是可以把大自然延伸进来，然后可以让你在住进里面，你觉得哇，也很有荣誉感，然后你会被这样的光线、这样的空间，这样的空间的纹路给就是产生不同的灵感。张清华强调，有一寡建筑可能是一世人只会做一摆。你问到伊上满意的作品，伊才讲永远伫后一个。台湾新闻顾问及采访报道。迎接农历春节，饭店业者特别伫门卡口挂上充满喜气的剪纸花灯。这个花灯是由将军区的阿公阿嬷做的，因将当地农渔特产做成五彩缤纷的花灯，非常的特别。伫饭店大厅灯饰花灯，拢是由将军区老人福利协进会以及嘉义国小志刚妈妈所创作。这次受到复兴饭店邀请来开店。城市长辈看到家己的作品伫这展示，拢相当的欢喜，纷纷向剪纸老师以及饭店表达感谢。感谢复兴大饭店给我们将军区老人福利协进会这个机会。首先，我以老人协进会的常务理事来感谢各位来宾，各位还有复兴大饭店的这个精心的安排了这颗灯笼的创作，因为施老师给我们的题材是说以你将军区的特产为主来设计。刚才迄谢老师足骨力教的，伊就甲阮讲恁爱教什么回来，拢想就讲无来教一寡八仙，来教一寡较有吉利的物件来搭安尼啦。我的花灯剪纸是这一个，那因为学校呢给我们的课程是非常的开明的，所以我们就挑了这个剪纸。那因为配合的过年的气氛，所以一般我们的花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喜气洋洋，然后是一个喜庆的节日的代表。除了照明之外呢，还有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祈求平安的一个象征。花灯顶面的图案也不是凊彩用用，是以将军区当地渔农特产当作创作发想来设计，让长辈伫动手做的同时，也动头卡气象，
达到手脑并用，延缓退化作用。减脂我们老人然后可以动脑，可以动手，哦，阿哥那在家里哈，随时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头脑较袂退化，哦，所以老师哦，教阮已经学4年了。将近4年的时间了。这些花灯的设计的灵感来源呢，大多来自于将军区他们特有的农作物以及一些动物，还有一些人物这样子的一个可爱的造型呢，被刻画在我们的花灯上面。那阿公阿嬷们呢，透过这样子剪纸的一个过程呢，除了可以让他们动动手、动动脑之外呢，他们很多的作品也是跟着他们的家人啊，还有小孙子们一起来完成的。那也有一些呢是在课程当中呢，跟平辈们一起同力合作来完成的。所以呢，就是增进了大家彼此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将军60剪纸花灯展，为即麦开始一直展到3月底为止。民众现在来到复兴饭店大厅，拢会当欣赏到这充满年节喜气的花灯。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真侪业者伫新春期间会推出福地商品来回馈消费者。为伫台南后火车站的百货公司，伫好年也特别推出新春福地，不过只有限量800份，想要购买民众卡手就要紧。过2礼拜外就要过年啊！迎接好年的到来，台南大湾百特别推出虎虎生风新春福袋，要来回馈消费者。业者保证每一个福袋拢有超过1000块以上的价值，而且这次的新春福袋佫加了双重的抽奖，除了第1重的基本奖以外，佫会当野外参加第2重的好运奖，有机会抽到5万块的商品券、iPhone 手机啊、戴森吸尘器等超级好礼。虎年即将到来，那台南大运百在这次虎年特别推出了虎虎生风新春福袋的活动因应这个疫情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这次全部采取预购预购时间是从元月的1月15号到2月1号下午的1点为止那整个部分的话，我们这次推出的是2重送的活动你只要凭500元馆内500元的发票，再加上 Happy 购卡及1000元的现金就可以来购买这样一个福袋，限量800份。那2重送的部分怎么送呢？第1重的话，我们会有基本奖基本奖的部分会有筋膜枪、调理锅、耳温枪等等4选1的活动。另外，我们搭配馆内的餐厅还有香格里拉推出的抵用券每份福袋的价值都在1000块以上是非常的超值。那第2重部分的话有机会来抽中我们价值5万块以上的礼券，另外还有包含这个 iPad 10，还有一个 iPhone 13，还有那个吸尘器等等。除了这好康，台南大湾百伫大年初1到初7，特别结合台南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北山尾罗里门天后宫、北港武德宫、台南蓝天府、台湾府新丰庙、全台四殿大天后宫、开基玉皇宫等7间的庙宇，推出祈福好礼，让消费者凭发票来换取。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邀请到北上尾入我们的天后的妈祖娘娘来跟我们祈福，所以说我们消费者不仅买到了好康，而且又把夫妻带回家是多一举数得。台南大湾百过年期间，为初1就开门营业，而且每一天拢有特别规划游戏，让消费者参加。伫户外也搭建了娱乐场，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行春。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南部社区营造博览会山间海味1月14日伫台南生活美学馆开幕，来自南部7县市，包括山海边缘到原住民部落的社区，分别设置无同特色的展区，甚至阁有为澎湖请来的老古迹搭建的石虎，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社区营造。
14号、15号两天伫台南生活美学馆办理山间海味2022年南部社造博览会，依照跨域区的精神，结合南部7个县市，社区团队拢总有40个单位，则会透过轻松趣味的方式来体验在地社区特色，并透过无共识的气球表现出山海平原的意义。还是代表文化部感谢大家的热烈参与。那展望未来，我希望我们的社造活动整个运动有往3个发展。第一个发展，我希望我们未来的社造能够更多的跨区、更多的议题来，不管我们的环保，不管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运动，其实我们要再重新做跨域的整合。第二个，我希望我们的社造其实逐渐能够给年轻人机会。那要给年轻人机会，因为现在少子化老龄化整体的发展，大家都离开了故乡，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运用文化部的资源，能够逐渐开始有的造街的运动，而这个造街是由下而上，或造整个镇的运动，使得台湾的社区呈现更大的活力。拄啊好，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无都安排跨县市的户外教学，所以附近的学校特别带着学生来参加活动，嘛体验伫咧无同的县市的在地文化。今天刚好是小朋友这个学期最后一天考完试，那学校就安排1年级的小朋友一起到美学馆这边来参加这个活动，看一下各地在南区这边、南部地区这边的一些社区营造的一些成果。那这边有我们台南的七股的、将军的，然后甚至还有澎湖来的。那对很多小朋友来讲都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地方他们都还没有去过。那有机会可以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看到这些地方的成果，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很多都是第一次的体验，那他们也都非常的开心。博览会为期2天的时间，拢是对透早10点到下晡的5点。15号当日已经安排了精彩的表演，要予民众观赏。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会当利用时间做回来体验伫咧无同地区的特色文化。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北门区有真侪知名的观光景点，网红爱食灰特别带大家前往大北门，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以及伴手礼特殊的风味。大北门地区包括了嘉义、七股、西港、客家、将军，还有北门6区。因为先天地理环境的优势，所以发展出盐业、渔业、农业，同时嘛是沙白鱼养殖的重点区域。刷落来，透过网红爱吃灰甲当地议员参选人肖辉宪，带大家做伙来食材美味的伴手礼。就是集结了你所有选区里面的一些伴手礼哦。对，我们把大北门、嘉里、西港、七股、北门将军学甲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把它集结在这里。哦，对，那所以这次不管干货、鱼货什么都有，对不对？有生的、熟的，然后包装的都有。哦，好，因为这次我可能要去的地方，可能我们要去李毅那边的频道拍嘛。可是我怕说，我们如果说是一些鱼货的话，可能还要现场烹饪，可能会有点麻烦。不过没关系，就透过这次的模式我们就现场试吃给大家看。春节特别来到，这里网红爱吃灰的卡波，带大家来熟悉大北门地区好食和好耍的在地特色。连假期间特别提醒民众，最近疫情升温。若是要出游的话，爱记得一定要挂好嘴安，做好防疫措施。最后欢迎大家会当伫连假期间来到大北门区亲自来体验在地人文特色。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一间位伫前镇的俗胖专卖店，号称是南台湾上强的俗胖，有真侪种口味会当做选择。而且伊上介厉害的，就是将欧姆蛋甲配料蓝做伙特殊食法。透过新闻，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将蛋夹在厚片里，软嫩的蛋里究竟加了什么秘密武器呢？因为我们蛋是属于加那个欧姆蛋的性质，所以它要加鲜奶下去，
然后吃法是因为它是跟肉类混着吃在一起的，对，所以就是变成说就是混蛋这个名称。五花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这间号称南台湾最好吃的吐司专卖店，口味多变，从韩式牛五花到泰式打抛猪，不变的是都要加蛋，用竹签混在一起，一口咬下才过瘾。口味有很多种，那我们主打的话是那个韩牛五花吐司，然后还有日式烧肉，还有鸡肉，以及那个松板猪吐司，都是我们就是主打商品。我们的所有的吐司类的东西都是基底都是蛋，然后再加上主食这样子，就是混着一起吃。分量其实它真的是算蛮大的，因为我们的吐司是厚片吐司，然后下面有加蛋，然后加上主食，所以它的分量吃起来会很饱。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杯饮料或者是咖啡的话，其实下午茶来讲说是真的吃很饱。一份厚片吐司夹着丰富的配料，非常有饱足感。店长说，这份混蛋吐司经常是附近前镇加工区的下午茶首选，而这句混蛋我想吃了你也成为这间店的招牌。主要的梗就是想要让大家都来吃我们的混蛋吐司，对，所以就是混蛋我想吃了你。像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有外送，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外送前镇加工区这些地方，其实都是100多份起跳。我们其实有很多忠实的顾客都会长期固定来因为我们还有顾客是每天都会来点我们的，而且是同一种口味，是每天 every day。除了混蛋吐司之外，业者也研发了其他的餐点，蛋浆蛋饼也是大家经常选择的品项。有机会的话，就到这里来吃吃看吧。记者张世敏、林嘉义高雄报道。高雄三民区的陈水里关怀站有一档精油的课程，公司除了教导长辈认识各种精油的味甲功能以外，嘛互长辈用精油按摩头甲肩胛头，不但保养着皮肤，也放松筋骨，疏解压力。各种精油各滴一滴滴在长辈的手掌心，搓一搓，用142呼吸法闻一闻精油的香气，直达全身。再用不同的精油按摩头部和肩颈，长辈都觉得好舒服。头部很轻松，能够舒缓我们的疲倦啊，让我们可以清醒我们的头脑啊。这些精油光用闻的就能够达到醒脑、舒压、安定神经的效果，再用按摩的方式更能够滋润皮肤、舒筋活血，让长辈平常少动到的部位，借由精油按摩也能够触动得到。活血部分我们会用生姜油舒活脉络，对，让那个就是我们打通我们的那个脉络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有时候身体没有在动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僵硬的情形。所以透过精油的话，可以帮助活血，然后也让身体保有弹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血液会促进血液循环。千岁里关怀站在里长安排下，请讲师来教长辈认识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平时哪里不舒服，闻一闻精油，或者用精油按摩一下，减少不适感。但是里长也提醒，如果状况持续或者更严重的话，还是要给医生看一看。精油的话是比较好的东西，那可以让大家放松清醒之外，有病还是要看医生，但是可以让自己减少吃药的那个次数，这样。精油可以刺激嗅觉、安定神经，而透过精油按摩，更能够增加舒压的效果。长辈因为认识了精油，增添生活乐趣，也学习到一项帮助身心更健康的良方。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